没有人可以体会天下无敌、所向披靡的感觉。So long。我已经读完了牛津 Bookworms 读本50本，运动英语、中高级英检也全数通过。相较于以前那个蔡英文的我，哼 ，Now 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 唉，原来这就是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！好。My queen, my Juliet.